先来熟悉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要记得听得入哦。中低收入、中低收入、中低收入、军公教、军公教、军公教、农渔民、农渔民、农渔民、身心障碍、身心障碍、身心障碍、写下下商量参详参详。好，请问要办乜嘅呢？我愛申請中低收入嘅補助。那有幾個問題我先請教你。好，請問你係軍公教人員、農民，也係漁民嗎？唔係呢。請問你有身心障礙身份嗎？未冇呢。你係申請單，你曉得寫嗎？看起來相當難。冇要緊，你身體正氣嘅，不可認參詳一下，仲下寫好張提來申請，好嗎？好，勞蘭。